当全民努力关心画家山风台侵袭台湾的动态消息，预估22号到23号影响上大。不过，当22号全台多数县市也未列入警戒范围，维持上班上课时，竟然21号暗时，就有人伫网络给市长黄伟哲头上发表台南满载放的消息。这款谣言甲无实在内容，但市刑警大队已经掌握特定的对象，依法侦办。在社群平台，网友假冒本市黄伟哲市长头像发布台南明天放假讯息。本案经查非由市府正式发布，属不实讯息。本大队已掌握特定对象，将依法侦办。市长委贴伫发现头像被冒用，除了报警处理，第一时间嘛发文澄清，一定是以市府公告为主。同时依照灾害防救法，传播这款假消息，相关会当处100万的罚金，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跟生笑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